有一個女人打破咗裝住昂貴香膏嘅玉瓶，用香膏嚟膏抹耶穌。呢個行為好奢侈，佢係源於深深嘅感恩同愛。真正嘅奉獻係敬拜嘅表現，而非施捨。承諾奉獻係對從上帝嗰度領受嘅祝福嘅回應。每次我哋領受都係咁噶啦，佢係先施予噶嘛。真正嘅奉獻係源於我哋對已經領受佢所有嘅恩典嘅認知。奉獻並唔係為咗求得祝福，而係為咗回應祝福啊！當我哋喺11以外，按照上帝具體祝福嘅比例獻上承諾奉獻嘅時候，就喺度提醒自己，耶穌係我哋嘅供應者同埋維繫者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